啟示錄是一本啟示錄，因為其中有關於未來事件和世界末日的異象、象徵和末日預言。啟示錄是一本啟示錄，因為其中有關於未來事件和世界末日的異象、象徵和末日預言。一、願景符號和詮釋。二、作者及背景。三、主要主題和教訓。現在讓我們開始吧。啟示錄是基督教聖經的最後一本書。啟示錄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和預言性，充滿了生動的圖像和意象，描述了耶穌基督最終戰勝邪惡。使徒約翰在帕特莫斯島流放期間所寫。啟示錄探討了早期基督徒乃至當今基督徒所面臨的困境，並通過對末日和耶穌基督回歸的描述提供希望和鼓勵。在本視頻中，我將介紹我們將在整個聖經學習系列中深入探討的關鍵主題。七個金燈台及其永恆的訊息。七印及其揭開的奧秘。七個號角及其強大的警告。七碗揭示上帝的最後審判，以及上帝的救贖計劃最終的復興和希望的願景。每個主題都是啟示錄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他們共同講述了上帝的忠誠和永恆勝利的承諾。